伫咧立法院外口，民众和民间团体吵打着伫咧青岛东路集合保卫立法院，因是话讲无讨论到唔是民主，批评南北立委是多数暴力。目前天色已经暗，而且佫伫咧落雨。不过，这立法院外口人是愈来愈多，真侪关心这件代志的民众呢是下班下课随赶过来，现场呢已经超过1万人咯。即马上盖新的情形，赶紧连线互咱的台记者卢尚瑞和曾俊佑。才是重头戏。是主播，天色也是已经愈来愈暗了，也毋过台记者有关守伫立法院外口的青岛东路，这现场的人阵呢，虽讲天气无讲介好，也毋过人的数量已经对早起2、3千人增加到达已经有12000人这么多哦。立法院自下晡到大家续在表决了，各回这款签署的相关条文哦。目前第29条和第29条之一也已经立刻通过，要求各回重要的法案哦，立委拢着爱记名表决，超过半数立委哦同意才会使通过哦。但是今仔日法案的审议却拢是无记名表决，引起民间团体的不满。民团是认为讲这根本就无符合国民党、民众党家己通过的民主天书。咱来看拄则现场民间团体的讲法。坦白讲，改成记名投票没有错，因为重要的事情本来立委的决定就是要对历史负责。但是荒谬的是，这么重大的法案，他们现在有记名投票吗？没有。这是不是双标？这是不是矛盾？民团表示，立法院即届上争议的法案哦，除了审议国会这款刑事法草案，也佮有国民党立委彭坤基所提出的华东交通三法。那时阵讲今仔日这个法案哦，也未审未了吼，像讲各来议程，也佮有5月24、28，也佮有总质询5月31，拢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哦。所以民团伫咧现场嘛是邀请大家做伙轮流请假，公平排班，同齐来守卫民主。以上是台记者卢尚如。曾俊佑伫台北的连续报道，所以咱甲镜头交等好主播。